我执意要为千年前我的先祖报仇，结果仇没有报成，反而换来全族的覆灭。说实话，小倩此番混进3届大会，本来是抱着必死之心来找主人报仇的。可主人刚刚台上的一番话，却让小倩大彻大悟了。3到6届各有位次，本来就没有公平可言。这就如同魔要杀人，道要除魔一样，几千年来打来打去，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都是因为没有像主人所说的可以坐镇3界，裁定纷争、决策生死的3界之主来领导这些庸才。如果一开始狐族和主人的恩怨就能有明主来化解裁定，也就不会发生接下来的那些悲剧了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小倩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前世种种如过眼云烟，我除了懊悔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今后的路该怎么走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只沉浸在过去的仇恨里无法自拔，不但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未来也毫无希望可言。未来？你怎么想？小倩愿重投主人麾下，鞍前马后，万死不辞，只求主人能助我光复狐族，这才是对家母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。好一张伶牙俐齿，我差一点就相信你了。你不要小看我了。如果异地而处，一个杀你全家、灭你全族的人，就凭你几句话，就会相信你吗？我知道主人一时之间很难相信小倩所言，但恳请主人给我一次机会。如果你发现我心存不轨，大可随时杀了我。反正以我的武功，绝对不是主人的对手。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聂小倩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把神剑给我找出来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我一统3界，我承诺光复狐族。但是你找不到神剑的话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师父，神剑隐世1000年，就凭他怎么可能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小倩一定竭尽所能，不负厚望。嘿，我真想不明白，这小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啊？她在3届大会上的那些话，她简直就是认贼作父。嘿，她如何对得起她娘和狐族众人的在天之灵啊？我真是心痛。我也没想到小倩会投靠黑风，那黑风一向多疑，心狠手辣。小倩这么做，恐怕会引火烧身的。哦，哎，你们都怎么回事啊？事情还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，先不要着急下定论，好不好？说不定小倩她真的是有苦衷的。聂舅，你可是她的亲舅舅啊，怎么连你都不相信她啊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相信小倩会做出这种事情，除非我亲耳听到。这还不简单吗？咱们找他去问一下，不就清楚了吗？喂，聂老头，你说的简单，有本事你自己去找，把他从黑风寨里叫出来呀！我一个人去黑风寨，我有点不方便，但是大家一起去不就方便了吗？是不是？你们干坐在这儿，你就算把人家酒馆里的酒喝光了，你也不知道聂小倩是怎么想的，是不是？我看呐，咱们冲进黑风寨，给他来个五花大绑，往肩上一扛，驮着就走。前辈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虽然现在以我们的力量还无法打进黑风寨，但是我们可以尽快联系3界的正义之士，推翻黑风这个暂代的盟主。一来可以阻止他
一统三界的阴谋，二来我们可以救出小妾。这个主意好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就分头行动吧。小妾，这么巧，你明知道我是专门等你的。离开这里吧，你们不会成功的。你还有小环，你们都想接近黑风伺机报仇，可你们都太天真了。黑风是绝对不可能相信你们的。你们这么做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小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看错我了。我是真的已经大彻大悟了。我曾经以为替先祖报仇才是我最应该做的事情，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是更多的仇恨，是不断的流血，还有无数无辜的牺牲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。如果我活在仇恨之中，继续和黑风作对，那才是死路一条。唯一的活路，就是彻底放下复仇之心，归顺黑风，再借助他的力量重建胡族。我相信，我娘在天之灵看到胡族复兴，也会欣慰的。小妾，你就不要再逞强了。从小到大，你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的心思，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你是个至孝之人，你会放着母亲的仇不报，去为仇家卖命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么做，我心里有多难受啊！就算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再犯傻了。你不是黑风的对手，趁早离开这儿，让我来保护你。你保护我？没错，是我。小倩，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我永远是你的陶大哥，我的肩膀永远是你最坚实的依靠。相信我，听我的安排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好不好？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，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打算找黑风报仇。我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和诚意，你等着看好了。少主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属下告退了。燕掌门，请留步。这几日多有打扰，多谢掌门款待。哦，哪里哪里，三位掌门一路保重，告辞。燕掌门，见到你真好啊！我代表三界正义之士和万民，请道长下山，带我们共同对抗黑风，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啊！贫道早已说过，不过问江湖之事。燕掌门，身在江湖，如何能抽身事外？如今三界正义之士早已对黑风怨声载道，如果道长肯振臂高呼，必定是纷纷前来投奔。届时那黑风也不得不有所忌惮。如果掌门仍一意孤行，倒使黑风的势力做大，三界定将受苦，玄真观也难有清净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此番祸事，
都是由你们妖界引起，如今却来责怪我袖手旁观。自古以来，三界六道各司其政，妖界的事自然该由你们妖界自己解决。不错，掌门所言不假，但三界六道本为一体，妖界的事如果解决不好，定会连累人界甚至仙界。如今黑风的势力早已不是我辈可以抗衡，所以几次三番，请道长出手相助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乃修道之人，断不会和你等妖魔联手。多说无益，请回吧。哎，这。血魔大哥，别在意，我师兄的脾气就是这样子。他之前还说不去三界大会，后来我还是去了。喂，你想出办法没有啊？真是没用。那你想出来了吗？哼，红眉毛，老道，老东西，仗着自己武艺高强，成天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，懂不懂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哎呀，一天到晚板着个脸，绷着个脸，他这个脸早晚得崩破。看到他我就有气，受不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我们可以等，可是小倩她等不了啊。倒不如我们找她问个清楚。如果不问清楚的话，那大家都会寝食难安的。哎，干嘛盯着我？干嘛？哎呀，我是觉得你跟小倩一起修行这么多年，对她肯定是了如指掌。更何况……停！现在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无谓的事情？什么叫无谓的事情啊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我是说，更何况你对小倩肯定是最了解的，小倩呢，她对你也是最信任的。倒不如你去找她，找她问个清楚。如果她真的有什么苦衷的话，那我们大家肯定会拔刀相助的。但如果她真的是……哎呀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凭你3寸不烂之舌，你肯定能够说服她迷途知返的。哎，牛鼻子，你跟那聂小倩，你们俩不是有那个信物，那个心意相通的那个剑？你用那个剑把她找回来。小倩的性格，你们也不是不清楚的。如果她愿意听我劝的话，早就听了，也不会落到如此田地。再说了，她这样做的话，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就别为难她了。哎，你呀，总是考虑她的感受，可是你想想，你这样做并不一定是对她好。就算是我愿意去劝她，可小倩她身在黑风寨，谁有本事跑去见她呢？那你说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要怎么做才行嘛？是啊，怎么做才行啊？哼！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把神剑找出来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轩辕剑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看，这是什么图案啊？这应该是很久以前人类使用的文字，说不定是某个远古部落的图腾。我明白了。
小倩，小倩，谁？姐姐，我是梦儿。进来吧。姐姐，姐姐，梦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你小倩，她把我打晕了，她进了雅居。什么？彩晨大哥，你小倩，哼！小倩，小倩，小倩。小倩，真的是你，没想到你还肯来见我。小倩，小倩，你真的这么恨我吗？你非要把我们宁家人赶尽杀绝，你才甘心吗？那好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成全你吧。彩晨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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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彩晨大哥。彩晨大哥，你醒醒啊！你没事吧？小倩，这哪有小倩呢？小倩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小倩，小倩，这哪有什么小倩呀？彩晨大哥，我是月容啊！我还以为死了呢。你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？咱们先回去再说吧。走。诸位，好久不见！来来来，快请坐。书呆子，几天没见着你，你跑哪儿躲清闲去了？哎呀，快坐下吧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哼！哎，书呆子，一大早就把我们找来，有什么大事吗？哦，也没什么大事，这个就是……哎呀呀，有话就放，有屁就说。哎呀，年轻人吞吞吐吐。昨天晚上小倩来找过我。小倩，她找你做什么呀？做什么？你说做什么？嘿，找他报复他呗。他冤枉了人家，小倩能放过他吗？我就纳闷了。彩晨呐，你身上怎么没让小倩穿几个窟窿啊？哎呀，师傅，说几句正经的行吗？小倩对彩晨一往情深，无论如何，人家也不会伤害她呀。一往情深又如何？还不是被他始乱终弃。如果不是他，小倩又何至于认贼作父，自甘堕落呢？舅舅此话怎讲？小倩她怎么了？小倩已重回黑风寨，为黑风效力。不会的，小倩绝对不会这么做，我不相信。那你相不相信，小倩没有杀你娘？
算了，身为人子，杀母之仇不能不报。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你先告诉我，小倩昨晚找你有什么事？我也不清楚。我本来以为她是来杀我的，可是她只是把我给打晕了，然后拿走了我身上的玉佩。拿走了玉佩？她来找你就为了一块玉佩啊？我也不敢肯定。昨天晚上她一言不发，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玉佩不见了，直到今天早上我都没有找到，所以我想她或许就是为此而来的吧。你别或许，哎，她就是为了这只玉佩而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聂小倩呢，她心里放不下这个宁采臣，但她这个嘴上呢又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女孩子害羞嘛，是不是？那她怎么办呢？她就拿走她一个贴身的玉佩，给自己做个念想，是不是？那个玉佩真的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吗？不是，这块玉佩是我们宁家的传家之宝，是我在收拾我娘遗物的时候发现的。我觉得这个玉佩上面的图案特别，所以就戴在了身上。那是什么样的图案？哦，是我宁家的族徽，喏。哦，哎，你见过？没见过。那你就闭嘴。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。小倩要那块玉佩有什么用呢？我也不清楚，所以才找来各位商议。一时间也没什么好主意。要不这样吧，这族谱先放在我这儿，我再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那就拜托诸位了。放心吧，只要一有消息，马上通知你啊。最近我暂居月容雅居，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，到那里去找我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姐姐，一大早到现在，您一直心神不宁的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只是怕，采臣大哥在这里一天，聂小倩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一定还会再来纠缠。原来姐姐担心的是这个，姐姐放心，上一次是梦儿大意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多派人手。聂小倩，她不会那么轻易得逞的。这只是一时之计，你们又不能守着月容雅居一辈子。就算你们愿意，难道我和采臣大哥一辈子都不出门？那姐姐的意思是斩草除根，一了百了。月容有事，想请恕姥姥相助。我让你去找轩辕剑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，害得我在主人面前颜面全无。你还敢来找我办事儿？轩辕剑，月容已发动族人细心查访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只要恕姥姥肯帮我这个忙，那以后月容和兔族必将为姥姥马首是瞻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说吧。我想请恕姥姥出手，除掉聂小倩。哼，别做梦了。聂小倩现在可是主人面前的红人，处处都说要帮主人找到神剑。现在除掉她，我就是公然和主人作对。我可没那么快想死。恕姥姥如此英明，怎么会不明白那丫头的居心呢？你什么意思？黑风灭了狐族，杀死了他娘。以我对聂小倩的了解，她是绝对不会放下报仇之心，归顺黑风的。她只不过是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报仇的机会。你以为黑风主人不知道吗？他只不过是给聂小倩一个机会。现在杀了那丫头，就是跟主人作对。哼，恕姥姥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。此话怎讲？你仔细想想，如果聂小倩不是真心归顺，
那对于黑风来说，他就是个祸害。杀了他，也算是替黑风寨清理门户。倘若聂小倩是真心归顺，那他们聂氏姐俩一旦联手，再加上一个对他余情未了的陶静，恐怕必将得到黑风的重用。到时候，聂小倩固然不是黑风寨的祸害，但对姥姥你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个劲敌。这样的人越早除掉，恕姥姥你才能安枕无忧，不是吗？当然，孰轻孰重，还请恕姥姥自行斟酌。属下参见主人。你回来了，神剑呢？回禀主人，暂时还没有找到。不过属下有一样东西想献给主人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一块玉佩，这种东西在黑风寨比它值钱的要多得多。小倩当然知道黑风寨有珍宝无数，但这块玉佩却是宁家的传家之宝，而宁家先祖宁定光就是轩辕剑的铸造者，因此这块玉佩也是找到神剑的关键。宁家与神剑的关系，我早就一清二楚。宁定光死了以后，神剑就在世上消失了。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了，我一直在苦苦的寻找，但并没有结果。你就凭一块玉佩，就想找到神剑，那未免太儿戏了吧？当年宁定光用元神封存神剑，同时也留下了线索给宁家后人，为的就是能让后人找到神剑，造福3界。起初我也没有什么头绪，直到在宁采臣身上看到这块玉佩，才终于参透了神剑的所在。你没有骗我？就算借属下几个胆子，也不敢欺骗主人。那你说，神剑在哪儿？我现在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呢？请主人息怒，小倩也是为了自保啊。我知道主人至今仍不肯相信小倩的诚意，小倩是怕万一我说出神剑所在，到时候主人过河拆桥，那小倩这一片真心和复兴我们狐族的愿望也就化为泡影了。那你想如何呢？恳请主人调配兵马，随小倩一同寻找轩辕剑。一旦找到，我一定双手奉上，以表我的诚意。到时候主人自然会明白小倩是真心归顺。神剑，我是志在必得，有没有你并不重要，我早晚一样会找到的。你要清楚，现在是我给你一个生存的机会。兵马，我黑风寨多的是，但是我要交给一个我信任的人手上，除非你能证明你的忠心，否则一切免谈。那主人你说，要我如何证明？带兵攻打玄真观。
来。怎么样，作战计划想好了吗？玄真观高手不少，而且戒备森严，一般妖魔都拒绝接近或者进入。想要拿下实属不易。怎么了？师父让我来配合你的行动。依我来看，只要计划周全，拿下玄真观并非难事。小倩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一旦攻打玄真观，你和燕赤霞、严雨生势必反目成仇，到那时你就没有退路了。你之前付出这么多，必将功亏一篑。小倩，你觉得这样值得吗？不过小倩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不妨再考虑考虑。师父那边我会去替你说的。陶静哥，你的好意，小倩心领了。不过我已经在主人面前许下承诺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小倩，陶静哥，你先回去准备吧，我再想想。只要想出接近玄真观的办法来，我们马上出兵。可是，听我的话，出去吧。那只该死的小狐狸，居然敢抢姥姥我的功劳，真是该死！就是说啊，姥姥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能够跟姥姥你相提并论呢？就是，姥姥息怒，为那只臭狐狸犯不上生气。来，咱喝酒。哼，原来聂老狐狸在的时候就跟我作对，现在又变成了聂小倩跟我抢功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他跟他娘一样，变成我的狐皮领子。给我倒酒。姥姥，你说，你们姐妹两个在后面搞什么勾当？姥姥您见，小环对姥姥一直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呐！少来这套！打你娘那儿起就没安过好心，你还不老实交代？姥姥息怒，小环知道姥姥心情不好，但是依小环之见，姥姥与其在这儿喝酒解闷，倒不如主动进攻。毕竟我姐姐也才刚来不久，没有你的根基深。而且您不是说了吗？主人并不完全信任我姐姐呀。趁现在大军还没有进发，你还有机会。再加上你千年的深厚功力和对主人的真诚，一定能够打动主人，把攻打玄真观的功劳抢回来。看不出来，你这小妖还挺有点脑子的。那你说说看，我怎么从聂小倩的手里把这个功劳抢过来呢？姥姥，你听我说。姥姥，大哥，你还在想心事啊？我血魔无法说服那个牛鼻子老道和我们一起对付黑风老妖。看来黑风老妖偷袭我们罗刹镇的大仇难以得报了。想想兄弟们的期待，我血魔真是无言以对。大哥，你何必自责呢？弟兄们都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没有人会埋怨你的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让燕赤眉来领导大家呢？这3界当中德高望重的人又不是只有他一个。怎么，你有更好的人选？你呀，大哥，
在我心中，你比燕赤眉更适合领导大家。我不行啊。说到底，我也还是只妖。领导罗刹阵可以，说到人界、仙界，燕赤眉还是有号召力啊。那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啊？不错，论修为，你的确比燕赤眉稍逊一筹，但是你的气魄、你的胸襟却远远高于那个以人妖论英雄的牛鼻子老道。大哥，阿文当年也曾游走于三界之间，虽然没有什么太高的见识，但也知道古往今来成大事者以眼界、胸襟、容人气度为首要因素，这武功修为则为其次。他们人界不是有句话吗？英雄不问出处，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为三界好，没有人会在意你是仙、是人还是妖的。阿文啊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现在三界混乱，正是多事之秋，的确有一些有心机的人想趁机扩张势力，待到将来称霸一方的时候储备力量。可是如果人人都各自为政，那和趁火打劫还有什么区别？罗刹阵当初之所以那么多兄弟支持，那绝对是因为我们能够坚持纯良的本性。大哥说的是，阿文知道。现在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对付黑风老妖。阿文，我们万万不能落人口实，惹人猜忌。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说服那个牛鼻子老道吧。宁氏族谱，他娘宁张氏，他爹张宁氏，他外公张……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你识字吗？那你能看懂吗？真是。那你看得懂啊？我是看不懂啊，不过我们家大木头能看得懂。给。咦，还有我们家大木头，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。那你就一边去。这个什么宁，什么宁张氏。哎呀，什么宁什么光啊？你能不能说的完整一点？这里面全都是古文古字，跟我平常学的不一样啊。我也是一知半解。啊？原来你也看不懂啊？还有我们家大木头看得懂，看得懂，看得懂。再研究一下啊。小四儿，哎，雨生姑娘，小四儿，累不累？不累，不累，不累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哦，我给师傅他们端点吃的去。哦，你吃了吗？我已经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前2天看见你们家少爷了。什么？你见到我们家少爷了？他现在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别着急，他挺好的。他现在呢，正在月容雅居勤学苦读，很快可能就要进京赶考了。小四儿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就一直打算想回到少爷的身边，好好照顾他。可是，那个杜月笙太凶了，我不敢。怕他干嘛呀？那个杜月笙啊，没安什么好心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回到你家少爷身边。还有，如果你陪你家少爷进京赶考的话，那个杜月笙他也不敢怎么着啊。有少爷罩着你，你还怕什么呀？谅他也不敢对你做什么出格的事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。哎，启禀主人，我想率兵攻打玄真观。树妖，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本尊的话。本尊一早就下了命令，攻打玄真观，要由聂小倩带兵的。主人，聂小倩凭什么领兵攻打玄真观？主人别忘了，
聂小倩可是败军之后，姓聂的狐族都死在了主人的手里。她现在回来就是居心叵测。舒姥姥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难道少主心中就没有怀疑吗？舒姥姥，小倩能够受到主人的重用，自然是有小倩自己的强势。主人之所以选我，也自然有主人的道理。难道你是怀疑主人的眼力吗？或者是你舒姥姥自认为修为高过主人？聂小倩，你休想挑拨离间！挑拨离间？聂小倩才不会那么自不量力呢。主人法力深厚，谁能谁不能，都难逃主人的法眼。小倩虽然身为狐族后人，也曾经与主人为敌，一心只想着报仇。但是经历了种种之后，小倩已非昨日的小倩。